Hello，大家好，咁我係 Miss Ruth 啦。咁我喺數理科方面有7年嘅補習經驗嘅。咁咧而家主要想介紹一下我嘅呈分試班啦，就係小學嘅數學科嘅呈分試班咧，就會專注幫助小五同埋小六兩個年級嘅同學咧，去密集式去加強嗰個答題技巧嘅。希望咧用最短嘅時間去幫助小朋友提升最大嘅成績啦。咁咧就每星期會操一份試卷，同埋咧有一份嘅課後功課啦。咁亦都會有 WhatsApp 嘅 follow up 可以俾同學仔去問數嘅。咁喺我自己過往嘅經驗當中咧，就係好快同學咧去跟住晒個要求咧，每星期咁樣去上課同埋交功課，就佢會專心咧去睇下我改翻去嘅問題有冇啲咩係佢唔明白嘅咧，再提問咧。就最快1個月已經有好明顯嘅成績進步啦，咁所以3個月咧係絕對有非常之顯著嘅效果嘅，咁亦都過往咧係幫助過好多嘅同學咧去進入到佢嘅心儀嘅中學嘅，咁所以歡迎大家報名啦。咁至於其他嘅年級咧，我會喺另外一條片去作介紹嘅，就係咧我都唔單止淨係教小學嘅呈分試課程，亦都有另外一啲嘅科學科嘅課程，同埋咧 ABRSM 音樂物理科嘅課程。咁咧中學嘅數學咧，我就會另外去集中分開一啲程度相若嘅同學去開班嘅。咁所以喺之後嘅短片會再介紹啦。